电饭锅呀。没问题，听这好了。样那盆问出来了。为什么数学书总是很忧郁？答：因为它有太多的问题了。要不要我再给你讲一个冷笑话呀？好，好，来说说那个吧，小树林的故事吧。他小树人他不讲，他不讲。我说老鹰的人可以讲一个。安排，再整一个。问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？答：狐狸，因为它太狡猾了。还要再来一个不？有。狡猾。好嘞，再来一个超经典的。问布和纸怕什么？答：不怕10000，只怕万一。还要继续投喂笑话不？没听懂。你让他讲个笑话。不怕啥，只怕啥。收到，再来一个。问你知道企鹅的肚子为什么是白色的吗？答：因为它们手太短，洗澡只能搓到肚子。还要不要